我们俩做亲家不是挺好的事儿吗？你怎么了？小雅是你的亲生女儿，是那个小月的女儿，一对双胞胎。小雅还有一个同胞姐姐，2个孩子长得是一模一样。所以，现在是你的儿子在跟你女儿谈恋爱啊！在没酿成大错之前，他们俩必须分手啊！病人暂时脱离危险，放心吧。目前患者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是根据片子显示，患者由于颅骨腺膜性骨折，导致脑部发生急性硬膜下血肿现象。除此之外脑部还有几个较大的血肿，必须做血肿清除手术。目前为了预防颅内压急剧升高，暂时只能打颅内降压药稳定血压。那恢复的几率有多大？目前患者存在意识障碍，对外界呼唤无法做出任何反应。即便之后的一系列手术成功，也同样存在着无法恢复意识的风险。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为了肚子里的宝宝，今天不允许你喝酒。不过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啊？突然间请我吃饭。你不觉得我一直都很好吗？不是突然间想请你吃饭，是一直都想和你在一起吃顿饭。你仔细想想，这么多年来，我们2个好像很少有机会能这么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单独吃一顿饭，对吗？那现在你即将为人妻、为人母了，以后再约你出来吃饭，我可能就不太好意思了。那倒是啊，以前确实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安安静静的这么吃饭。
不过以后就更少了。因为你要当妈妈啦。你的婚礼准备在哪里举行啊？在爱琴海。嗯。不过要等到我离开欧氏之后了，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哦。当然。嗯。确定要离开欧氏了吗？我都忙了这么多年了，也是该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了。那你离开欧氏，陈哲他知道吗？知道。那他同意吗？怎么会这么问啊？随口问问，别太敏感。欧瑞。嗯。其实今天约你出来吃饭呢，还有一个疑惑想得到你的求证。陈哲在欧阳出国之前，有没有看到过欧阳的整个出国打比赛的计划行程表？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在怀疑我吗？没有，我没有怀疑你。你是欧阳的亲姐姐，我了解你。我怀疑谁也不会怀疑到你的头上来。我只是担心啊，我担心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会利用你偷看这份出国行程计划表，明白吗？陈哲他一定不知道，我就没有告诉过他。我好像并没有说是陈哲哦。既然你把话题挑开了，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好吧？我觉得你先不要过早的下这个定论。陈哲在泰国的种种表现，让我不得不去怀疑他。在泰国，我们和绑匪发生冲突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内，陈哲和那个绑匪头目昆塔同时消失了，而最后只有陈哲一个人出现了。那个叫做昆塔的绑匪头目莫名其妙的死了。这又能代表什么呢？我还没有说完。最重要的一点，手机，一台手机，那个绑匪头目昆塔的手机，在陈哲和他消失之前，我亲眼见到昆塔使用过这台手机，那就意味着这台手机一定在昆塔的身上，对吗？而当陈哲回来之后，泰国警方并没有在昆塔的尸体上发现那台手机。你要知道，这起绑架案太有针对性，也太有目的性了。这帮绑匪怎么会如此精确地知道欧阳出国打比赛的整个行程计划安排呢？那么这台手机就一定是一个最关键的物证，这里边的信息量和秘密太大了。通过这台手机，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叫昆塔的犯罪头目在策划这起绑架案之前和什么样的人联系过，那他们的谈话内容又是什么？而偏偏在这么关键的时刻，这台手机不翼而飞了。手机消失了，为什么就非要和陈哲有关系呢？欧阳的行程单，在主办方那里也可以得到。
在此之前，欧阳所有出国打比赛的行程单上的名字都是英文名 Blues， 没有人知道欧阳就是他本尊。OK， 我和泰国警方都问过陈哲。冲突发生之后，你去了哪？跑了。我想保证电脑的安全。从你消失到你再次出现，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我想想。我跑了以后，坤塔一直在追我，我想应该是为了电脑吧。我想保证电脑不落在他手上，所以拼命的跟他周旋。但是这过程当中我摔了一跤，电脑就被他抢走了。好在那会儿呢也没有网，所以他没有成功赚钱。他恼羞成怒的想要杀了我，我拼命的跟他搏斗，最后他的刀不小心刺到了自己的胸口，我命大，我活了，回去。可是泰国警方在昆塔的尸体上发现了可不止一处的刀伤，这是为什么？搏斗的时候不小心刺到的，我当时只顾着活命，我想不了那么多。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看见过他的手机吗？没有。当然，我说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个人推断，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欧瑞，我只是觉得，我和你虽然没有缘分成为伴侣，但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朋友和家人。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我觉得我有义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告知你。至于怎么去选择，我相信你会处理得好，因为我希望你幸福。吃东西。你怎么还在这儿？李明阳怎么样？睡着了。
送我回去吧。爸，要不然我让蒋一荣过来。我有点事等不及了，这边医生护士在，暂时应该没什么问题。好吧，等我一下。欧阳啊，你也熬了一夜了，慢点开。爸，不碍事，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面，一个人在医院。小玉，让我替他瞒着这件事情。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必须跟你说明真相啊！小雅以前的名字叫杜若雅，她刚一出生就遗传了你的先天性心脏病。小叶没钱给她医治，不得已才把她送进了孤儿院，带着小雅的姐姐若娜远走他乡。我用了几年的功夫，好不容易在孤儿院才找到了她，把她带回了家，治好了她的病，并把她当成亲女儿一样的抚养着。我宁愿她现在饱尝失恋的痛苦，只要这些年她不见到欧阳，所以我希望你尽快的把小雅从欧氏集团开除，实在不行，我带着小雅离开本市。这段时间，如果你想见她，你可以偷偷来看她，但是我不希望小雅见到你。等一切过去了，我再找机会告诉她。着急，我爸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你昨天晚上去哪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关机，怎么都找不到你。拜拜。哎，9福2万，有点炮，有点炮是吧？我去找你姑父，跟他说离婚的事儿去了。你说怎么就这么寸？我手机就没电了，就关机了，我都不知道。哥，这可怎么办啊？小雅，欧阳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啊？欧阳不在吗？啊？欧阳可能出去了。您二位是患者的家属吧？刚才收费处通知我们这边要结清患者的手术费和住院费用。哦，您看。
20多万，搞错了吧？怎么可能这么多呀？这不算多了，你们之前的费用已经有人帮你们交过了。这次的费用呢，是从今天开始到开颅手术的第1次，这还不包括往后的住院费和有可能产生的第2次、第3次手术费。行了，赶紧把费用交了吧。小雅，小雅，你来呀！我的天哪，这个怎么办呢？你刚才听见护士怎么说了吗？啊，这之前还交过1次呢，这还20多万呢，而且后面还有可能有2次手术、3次手术，这也太夸张了吧！就算把咱俩给卖了，卖房子卖地，这也不管事儿啊，这无底洞啊，这是。之前你交过1次了？不是我交的，欧阳，一定是欧阳交的。小雅，你给他打电话呀，跟他说这又有新的费用产生了，让他继续交啊。姑，我算了一下，我银行卡上面的钱加着我爸存折里面的钱，我凑一凑，应该够这一次的。麻烦你把这个账户里的钱都取出来，请稍等。你是不是傻呀？你爸都开窍了，你这脑子怎么跟一团浆糊似的？你得让欧阳交啊，这钱肯定得让他交啊。他是我爸，为什么要让欧阳承担？你爸，你们俩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一结婚，你爸不就是他爸吗？哎呦，哎，这数字对于咱们来说像天文数字一样，可是对欧阳他们家来说，也许就吃顿饭那么简单，你懂不懂啊？小雅，你爸那钱可不能取啊，那是你爸攒了一辈子棺材本钱，你可不能犯傻，要了面子，最后……别说了，姑，你在这好好陪我爸，我现在去趟银行。取了钱我就回家。哎，不，小雅，那钱你不能取啊！那个钱，我爸这边有什么事儿，你赶紧给我打电话。哎，小雅，这怎么办？怎么办啊？这是。哥，你等着啊！你等会儿我啊！爸，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我现在得赶紧赶回医院了，梅雅在那，我真的不放心。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确实是我向梅雅求婚了，没提前告诉你，这事儿是我办的，有点不妥当。但是我真没想到微微会把这个发到网上去啊！反正我跟梅雅结婚也是早晚的事儿嘛，对吧？你不能和林美雅在一起。为什么呀？你明明之前已经说好了，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怎么现在突然又反悔了呢？昨天我想了一夜，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林美雅是你的妹妹，所以你们不能在一起。爸，你逗呢？就算你不想让我跟美雅在一起，你也不用编这么一个拙劣的借口啊！我又不是3岁的小孩儿。你可真行。美雅，坐下。爸爸让你坐下。林美雅是我和杜小月的亲生女儿，她还有一个同胞姐姐，叫杜若楠。他们俩与你是同父异母，所以你们不能在一起。你听明白了吗？20年前，我和林美雅的母亲是情侣，原本是结婚的。后来公司出现了难以解决的危机，为了不让自己一手创办的心血垮掉，为了自己的野心，为了借助齐家的财力，我狠心地抛弃了林美雅的母亲庄儿，娶了你的母亲。可我并不知道，当年小月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怀孕了。这都是林叔告诉你的吗？就是因为不同意我跟美雅在一起，所以你们一起编造这样的一个谎言。有证据吗？你们有证据吗？欧阳，小雅遗传了我的心脏病，小月无力医治，才把她留在福利院的。林志国花了数年时间才找到小雅。欧阳啊，我说的这一切不是我编造的。你们在泰国的时候，你亲眼见到了杜若楠，小雅也见到了她的母亲，对吧？你怎么来了？陪陪你啊。但我只知道哪家医院，不知道哪间病房，所以只好在这等你了。见到了。要不我陪你在这待会儿。这些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要去找美雅。欧阳，你现在找她又有什么用？你想亲口对她说这个残忍的真相吗？我答应林志国，不告诉小雅真相，他是怕她受不了。现在林志国昏迷了，很有可能醒不过来。你说你现在告诉他，你不是让他承受更大的打击吗？
喂，爸。小蕊啊，找公关公司立刻安排一下，让各大媒体网站一定要澄清林美雅和欧阳结婚的事情并不属实，一定要快。好的，爸，您放心吧。现在网上铺天盖地的全是欧阳向林美雅求婚的照片，他们两个应该很快就结婚了。在想什么呢？你很在意吗？林美雅跟谁在一块儿，我一点都不在意。我也没有看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介意的话，顶多也就是以后作为家人见了面总归有些尴尬。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让我找公关公司把这件事情压下来。你永远不会和林美雅成为家人。现在距离股东大会越来越近了，等我卸任了董事会的职位，我们就可以立刻出发了。我已经在圣托里尼找好了教堂，爱情还在召唤我们。怎么了？我是怕你将来有一天会后悔。后悔什么呀？放弃董事会的职务。林美雅是我和杜小月的亲生女儿，她还有一个同胞姐姐，叫杜若楠。他们俩与你是同父异母，你听明白了吗？答应林志国，我告诉小雅真相，他是怕她受不了。现在林志国昏迷了，很有可能醒不过来。你说你现在告诉他，你不是让他承受更大的打击吗？喂，姑，你看见我爸银行卡了吗？银行卡不就在墙上相框后面吗？你怎么知道在相框后面啊？
这是我爸的救命钱，你是不是拿走了？我电话没电了，可能就要断了啊。欧阳在哪儿？我要马上见他。请问你有预约吗？我见他还要预约？你们是不知道我是谁吧？不好意思，请问您是谁？找我们欧总有什么事儿吗？林美雅知道是谁吗？我是林美雅的小姑，也就是说，她就是林美雅马上就是我的侄女婿。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父一样，可不，还侄女婿，真是笑死人了。欧总都已经对外澄清了。哎，这林美雅，你们不会孤陋寡闻到不知道林美雅是谁吧？这篇微博知道吗？是，赶快带我去见她。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大点声说呀！告诉你们哪个部门的吵了你们。哎，陈哲，怎么在这碰到你？快来，快来！林姑，你怎么来了？哎呀，你林叔出事儿了，现在躺在医院里呢。我急需一大笔医药费，我实在没辙了，所以到这来找欧阳。这他们不开眼的不让我去见他。林叔他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说来话长，昨天他跟欧阳他爸去吃饭，喝多了，结果就摔下来了。那他现在怎么样？现在还昏迷着呢。别废话了，赶快带我去找欧阳。你跟我来。来，林姑，坐。你先坐下，我跟你说。哎呀，陈哲，你赶快带我去找欧阳，带我来这儿干嘛呀？林姑，以后不要再来我室。什么？问世只是假消息，那跟林美雅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不对呀，昨天晚上双方家长还一起吃饭呢，这眼看就要成为一家人了，这什么意思啊？林姑，事实就是这样，看清楚了就赶紧走吧，不要自取其辱了。